衰弱是一种容易被忽略，而且影响真深的老年病症候群。特征包括体重的减轻、智力下降、倦怠等。若无适时的介入，将增加跋倒失能的风险。对此，生态病院运用高年问题筛检工具，作为检视长者的功能，并且依照中医放置学的概念，提出一贴高龄放置学，运用在住院期间全方位的照护。中药方剂学这个君臣佐使的概念，其实跟我们的急性治疗的高龄急性治疗其实很类似。我们的君的部分是在讲说，我们这些长者其实在住院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有一个主要的急性问题，包含我们的肺炎、泌尿道感染，或是有一些意识障碍或电解质不平衡的状况。但是相对来讲，这些长者其实有很多的慢性病的问题，其实没有被适当的控制。包含有一些长者，他可能是有一些帕金森氏症造成他的功能退化，而我们没有办法辨认出的话，就没有办法让这些长者得到后续的照顾。所以臣的部分是在讲说这些慢性病的照护。那在左的部分就是在这些我们高龄的老年病症候群的处理，包含潜在的营养不良、失智、老年忧郁跟这些相关的一些老年病症候群的介入。那最后是使药，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些长者都需要各个次专科的一个帮忙，包含说我们有一些长者是因为骨折跌倒骨折入院，那这些骨折长者就需要我们的骨科的团队来帮忙做这些骨科的开刀的治疗。那接下来就是说，如果这些次专科，比如说我们其实也有很坚强的这些包含身心科啊，或者是一些皮肤科，这些其实都是在对我们这些长者的后续各个次专科的一个介入照护都是很大的一个注意。所以提出这个君臣佐使的概念，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经由一个很简单的口诀，让我们这些住院的长者、急性这些住院的长者可以得到后续最好的医疗。医师强调，量早发现甲介入老人病症候群，不但会用改善高龄的患者的有后，而且嘛用互长者伫家己熟悉的厝内安享晚年，实现高龄友善的医疗目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